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2，诗篇129篇40到50安尼讲：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又斩断歹人的手，今仔冤魂释安的，原因拄着见效退后。三甲来祈祷，互歹人拄着见效退后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时直地，现在直地，将来也永远直地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这一天要学到你的技术，全地拢要学到你的信息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愿今仔敬畏你，佮尊叹你的旨意的人，拢也是属于你。独独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看顾阮，是阮赐福阮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有斩断歹人的手，今仔冤魂释安的，原因拄着见效退后。主啊，愿遐冤魂冤的人也是安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